一個唔小心又打咗個第一名啦。咁就一齊嚟睇下我啲牌有幾順啦。呢個起手牌就一般般啦，不過有2隻紅中搭夠。一對都碰咗佢啊！叫胡先，2隻紅中叫3飛。咁而家就可以拖牌啦，拖6萬。OK， 自摸中10隻馬。第2鋪。呢個起手超齊張，起手就叫胡啦，差1張可以天胡噶。第1張牌就自摸，既然冇辦法天胡翻倍嘅話，咁我就飛紅中，正將2個馬翻倍，好爽噶。我全都要。哇塞，正啊！即叫即食，正將翻倍，2隻馬。爽！給你點鼓掌。15隻馬，即係30隻啊！爽到爆啊！睇第3鋪，起手有2隻紅中，一對都碰咗佢，隨便黐張牌我都可以叫胡。哎呀，入隻9筒要叫翻隻8筒喎，唔緊要，仲有2、3、5、6索啊嘛。哇塞，你話有幾筍？即叫即食，仲要係絕張喎，中5隻。第4鋪，呢個起手牌又係超級順啊！起手叫胡又係差1張天胡啊！當時我就心諗，如果入隻卡窿7萬，我就飛紅中。真係入隻7萬喎！真的來7萬啊！我是不是有點飄啦？Hello， 愛只能在回憶裡完整。點個關注再走啦！